人比较多的时候，如果抽号码牌可能会等比较久这样子，应该会比较方便一点，对吧？就可以疏散一些人流这样子。那我们地震局这种一个先进的做法，我们非常的肯定，而且非常的支持。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可以直接来我们的各地震事务所来取得说他的要的资料，那对我们的交易纠纷会大大的降低。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地震局多年来持续推动智慧化服务，像是线上申办进度查询、地价查询、实价登录申报结果查询等等，便利的线上服务都获得市民好评。近日，台南市11个地震事务所全面启用誊本贩卖机，大大节省人工作业申请的时间，而且扩大服务内容，还可以补发税单。希望市民都能感受到全新优质的洽公体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地震局长怎么说吧。台南市政府地震局这一次推行智慧地震誊本贩卖机加盟税务的服务，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民众在买卖房地产、买卖土地之前，都需要先申请土地誊本。那么从108年我们土地誊本的核发量56万张，109年呢又成长到88万张，所以在短短的1年之内誊本的核发量就成长了32万张。那这个民众的需求很大，那么民众如果亲自到我们地震事务所的柜台来申请的话，大概要等7到8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一次如果透过我们这个誊本贩卖机，大概只需要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很轻松的操作，那领到誊本。这个对民众来讲可以说是节省时间，而且又相当的方便。那么再加上这一次呢，我们跟财政税务局税务加盟的服务，让民众呢可以在我们这一台誊本贩卖机上面，也可以补印这个房屋税的税单、牌照税的税单、地价税的税单。所以对于民众来讲，2个局的加盟服务会让民众的服务更加的方便哦。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6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这几天疫情的焦点甲讨论，真侪拢是咧讲注 A 剂疫苗以后严重的副作用，甚至雄过身的危害。所以市长王伟霆嘛公开呼吁，这件代志一定要有科学验证，千万唔通只听信传言。受到注疫苗造成不良效果，甚至是不幸过往的消息影响，但市卫生局坦承长辈原本要注，结果无来报道，降低了5成。所以市长伫带头关会迄天就强调，注疫苗以后雄过身，这要经过科学验证，千万唔通随便断定。选择在自己了，我们也不能够说别人怎样，但是还是大家会看的，因为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是一个传言问题。所谓的科学问题，就是说，跟这个施打疫苗有关系的后遗症，或是因疫苗而起的，是在30分钟内就会发生的。那你在过了30分钟之后回到家，就基本上所引起的任何的这个部分跟疫苗，说不上是相关了。所以说，可是大家就是有人说昨天打了疫苗，那今天就过往了。也有人昨天年纪大的人，也有人昨天好好的跟你说笑话，今天就躺在医院里了。所以说很难讲啊。市府强调，目前台南注疫苗进度，除了6月23开始开放，4月12到5月9号有注过第1剂民众来注第2剂以外，75岁以上嘛拢开始会当注啊。当然，到底注疫苗敢是利大于弊？市长也是尊重市民自主意愿。这个我们不敢说任何事的，希望说想打，还觉得判断之后觉得 OK 了就来打。好，现在还是疫苗缺，没有，现在疫苗还是缺的状况。好，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了，能够打就打，那尊重个人的意愿选择。
经过了解，到6月20号为止，台南市注疫苗比例大约7-8成，所以市府强调，死亡个案并未影响到整体注疫苗的速度甲对象，也是稳扎稳打。伫有限的疫苗，互市民尽速达到一定比例免疫力。台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虽然受疫苗副作用影响，南边降低中部4大医院卫生局嘛坦承，这几天曾经有降到5成的比率。尤其民众佫期待这波美国莫德纳疫苗入来，感觉会再次影响，嘛成为观察的焦点。台南市对6月12号开始接到 AZ 疫苗，对第一类开放到85岁以上长辈等指定的对象，目前已经超过68000位民众施打。特别是考虑长辈行动不方便，嘛祭出真侪担心的政策。其中东区公所主秘陈俊达看到阿嬷行袂叮当，用公主抱为名，竟被俄罗斯上水的风景。另外，针对美国关境250剂莫德纳疫苗20号就来台湾，互民众相当期待。相对降低注 AZ 疫苗意愿，市长强调2种疫苗效果差不多。轮到日子得赶紧去，先注才会当先预防。施打的疫苗都是经过 WHO 也经过国际上的认证，一个有效而且相当好的疫苗。好，那这个部分没有什么良莠的差别。哦，也许防护力有高有低，没有一种疫苗，哦，这个防护力是100%的。那所以说。就像过去大家所非常踊跃想要施打的流感疫苗一样，流感疫苗的防护力也没有100%，但是会让你就算受到流感病毒的感染，这个转成重症、失去宝贵生命的机会就降到很低，那相对的保护了你的健康跟安全。卫生局嘛表示，所长辈要注疫苗，一定是评估以后身体状况稳准，同时嘛尊重所长辈甲家属意愿，然后任何顾虑会当事先卡防疫专线0628801800，或是向各地卫生所甲区公所来询问。台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20个透早一顿大雨造成影响，中华路154巷有20几户拢淹水，市府甲公所第一时间调派抽水机甲太空包来应变。不过伫善后处理，却发现是包商将原本的伤寒踢掉的，所以市府上午就来慰问受灾户，并要求包商负起损失赔偿。根据永康新管理长张文俊表示，因为目前永康中华路正进行CF 干线二期商涵最后阶段的推进工程，不过20号透早的一阵强降雨，却造成中华路154巷20外户来淹水。下完雨的时候，我想大概应该不会什么问题，但是没想到这次雨来的还蛮急促的，蛮长的，所以就造成这个整个水淹起来了。因为我在那个涵沟，我已经先暂时阻塞，因为工程上的关系。好，但是我们都在堵运去啊。但是这一次堵不过，堵不过。你们东西怎么样？当然里面淹水啦，已经淹水进去在里面了。还有一些家具可能有一些部分已经有在损坏了。来得很快啊，然后就是已经有拿那个毛巾挡一下，还是就是它会直接从旁边涌进来了。有哪边受到损害吗？应该基本上全部都是这样，全部都泡水啊！全部都是泡水。哪边？就基本上全部的东西都。就是整个房子都，就是它水位就是这么高。因为连同厕所跟后面全部都是。对。事后虽然市府第一时间甲区公所有成立前进指挥中心，并且派副秘书长甲副市长代签到场来督导，并加派抽水机甲太空包来应急。后来调查。发现是施工单位当初施工的时，将原先旧的伤涵来踢掉的。对此，市府上午嘛派水利局长韩荣华、甲永康区长前往慰问，除了地震每户15000块的慰问金，另外嘛将追究包商的责任，要求对受灾户的损失来提出赔偿。我们的市民朋友来做一个关心。那后续的一些的排水的改善的工作，我想我们水利局大概也会持续来做一个办理。那相关的一些应急的工作呢，在昨天也针对那个中华
中华一路的一些的新设的一个涵管的打出，好，防治排水部分，好，昨天在晚上6点那也完成了哈。那周遭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太空包，还有抽水机组大概也完成相关布设。那我想我们在这个明后天哈的一些开始会有一些强降雨发生，那水利局随时在这边都会有人员的一个在这边进驻在待命哈，会随时在这边的一个水情做一个相关的手势，会进行相关的一个应变。这次淹水事件上面呢，这个厂商呢，他们应变呢有所不及，导致这一场水灾的发生。那我们当然也很感谢，经过事后的一个检讨，大家的同心齐力呢，把这个水患呢做一个善后，以及呢应该改进的项目呢，在昨天的下午6点30分以前呢，已经全部就位完毕，已经全部都改善了。因应今天礼拜1以及明天礼拜2的大雨，我们希望呢能够度过这一次的雨势。那也很感谢今天上午台南市长黄伟哲、责成水利局长以及这个区公所的所长呢，以及多位议员的关心呢，到场呢给这22户的淹水的这个受灾户呢，给他们表达致意以及慰问。虽然市府要求包商伫个昨紧急将旧的商函来拍通。不过，里长甲住户嘛烦恼未来接驳的门户方面，因此现场较低所在，太空包仍然是维持。另外，正式的4台移动式的抽水机嘛，拢随时来待命。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先歇阮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一般食素，毋是因为宗教、环保，也无就是健康的因素。不过现在主席基金会台南分会嘛，希望透过食素、组织善念，祈求解除疫情，会当伫6月28来降级。所以对今仔开始免费送予市府员工食1礼拜的素食便当。市府2楼广场的这座山内装满主席基金会台南分会，无想要提供予市府员工中昼顿的素食便当。据了解，主席除了宣导食素对健康的好处，嘛希望伫疫情期间透过食素会当组织善念，期待早一天摆脱疫情的威胁。21号第一天实施，市长吴伟霆嘛亲自到现场表达感谢。我想台南市政府很多同仁哈，他们都是，很多朋友都有心存善念，还有很多机构的人，我相信，这是个有爱的社会。那慈济让这个有爱的社会的理念能够具体的体现，这点让我们非常感谢。很感恩市长响应哈，就是说邀请我们4、5同仁一起来参与这一个茹素斋戒悯斋义的这一个活动。那这一次为期是7天，那目前总共的响应人数已经过了半数，大概1400多位同仁已经发心响应。那我们的蔬食餐盒，我们也是请知名餐厅来协助我们来准备。即摆食素食便当1礼拜，市府员工总共有1400多位响应，一直到6月28号为止。是因为他们有办活动，然后我觉得吃素也不错，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可以让大家就是提升吃素的意识，然后又是疫情的期间嘛。素食不只是环保救地球，特别伫防疫期间卖安定人心，所以希望营养健康和卫生的素食便当，互市府员工满满活力来推动防疫业务。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除了食素求健康，现代人对着食保健食品的需求嘛真大。为了眼眶，一间生技公司开了7档的时间，投入将近1亿经费，研发出新的牛种子培养技术，不但优良的比率高，产量搁济，嘛有一项大家认为贵闪闪的保健食品，介绍予一般人容易当接受。根据研究显示，
牛樟芝具有消炎解毒功效，对着提升免疫力嘛有袂少帮助，所以有真侪人拢会选择使用牛樟芝来保健身体。不过，野生牛樟芝一斤的价值就高达10多万，不是一般人会当食得起的。不过现在无同款咯。伫台南永康一间生技公司，前农工研院学习，自行研究出创新的敏培牛樟芝技术，大大提升了牛樟芝的产量。传统的培养牛樟芝方式，它只有这么小一片，大概干种大概只有0.2到0.5克。那你等于说你要种到1克，你可能一个人就要种5片，而且都是手动。那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尽量把它种厚、种大，对，这样我们第一个成本可以压低，让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样。那我们后来经过了调查了很多文献，然后测试过很多原料，所以我们找到的所有的成分都是食品级的。那我们就做出来，可以让它厚，最后可以到湿种1颗是100多克，100多克的干种的话大概就是30几克，但是那是种到最大值啦。我们现在平均大概都是干种10克到9克。因为身边有好友甲亲人着癌，互茁壮企业创办人施玉明相当的唔甘。伫7当前，因为了解到牛樟芝对着癌症朋友的好处，投入将近1亿的经费，研发出增加牛樟芝产量的技术，希望会当加惠到更侪人。都会得到一些癌症，然后天父也在讲说，这个牛樟菇呢，对这个癌症呢很有疗效，然后我就组了一个团队，就一起去那个工研院，新竹工研院上课以后就回来。开始研发这个牛樟菇，为了会当将牛樟芝的好处介绍给更侪人，茁壮生技公司目前嘛正在架设网络平台，预计伫7月份就会当伫网络顶看到这个人研发的牛樟芝相关产品。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60岁港生伫健康检查时，意外发现腰子有上100粒的结石，嘛因为外观参像鹿角，以下上就叫做鹿角石。根据安南病泌尿科医生表示，这种的结石大部分拢无镜头，不过一个年久就形成大结石，根本无法度排出去，需要动用到新型的双镜联合喙石才法度清除。伫安南病院中人性体见证成功完成结石手术的港生，特别前来献花，感谢该院泌尿科团队付出，因为港生本身有腰子结石的体质。对17、8岁开始，就陆续发现每一档拢形成。这回正是因为结石积了上济，变成更重、更复杂的鹿角石，无都用帮的，才找上安南病院。我差不多伫个17、8岁遐就开始结石，我就知影。就是越来越积，一段时间就为伫到这个尾仔这个较济位遮过来然后就。30、40岁遮就拢都一当定啊一摆就了啦，都伊会落，伊会疼，去了我知影足济，我想你嘛无法度这艰苦安尼办好两办袂了啦，无做一摆处理你就袂使，到阵啊，叫阵啊来找王医师，做一摆甲处理你的。面对港生这款复杂佮大粒的鹿角石，安南病院选择目前上新的手术，也来是利用2种类试镜，包括透过皮肤进入腰子液，以及对尿道入来冷烧输裂管，要做一摆来清除大部分的结石。肾结石通常不会到太大颗了，可是等到你长得很大的时候，那这可能就没有办法一次把我们的肾结石清干净。那你需要一次清干净，可能就需要用到比较多种的一种手术。那像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种叫双镜联合碎石手术，就是利用我们以前一直常在用的经皮肾脏碎石手术，以及另外一种叫软式输尿管镜碎石手术，2种内视镜合并在一起。然后一次就可以有机会把我们这种鹿角石很复杂的鹿角石来把它打碎，所以一般来说就是这一种我们结构很复杂的、很大颗、很难处理的肾脏里面的最难做的结石叫鹿角石，我就需要这一种双镜联合碎石手术。当然将身躯顶的大石头摕掉，规人拢轻松。不过医生也提醒，6档内有6成的机会会搁压起来，一定要加啉水。因为结石真的是很容易再复发了，那它跟我们的体质啦、饮食啦，还有喝水的量是非常的相关的。所以这种我们根据统计，有的人快的话半年后
又在长结石了。我们大概每半年需要来追踪，后续我们的自我保养就是多喝水了。那有的病人会问我说，什么东西不能吃？如果真的是要问不能吃，有太多东西都不能吃了，所以我们还是尽量请病人每天多喝水，一天喝2000cc 以上的水分。随着医疗进步，对过去开大刀到现在用微创，甚至时代演进到双类四件手术的同步进行，拢是患者一大福音。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真侪民众对着这大肠镜影响，就是听无爽快，所以嘛影响到筛检的意愿。不过，基于病院医生表示，这几年来大肠镜检查技术愈来愈提升，就希望大大提高检查意愿，嘛拜托大肠癌成为10大癌症的头一位。根据统计，国内第107年透过卫福部登记的报告显示，大肠癌是伫咧10大癌症发生率中的第一名。因为现代人食物件的习惯改变，大部分的人拢伫外口食，啊无就是定定咧食烘过甲湿过的食品，所以得到大肠癌的几率嘛对咧提悬。基于病院医师王树凤特别要甲民众提醒，病院有新型的照大肠的方式，套柜轴保持短缩法、灌水式大肠镜、不形成套环式的大肠镜前进法，技术拢会当降低伫咧检查过程中无爽快的感觉。过去1年多，因为 COVID-19 疫情的关系那降低很多民众筛检跟检查的意愿。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癌前的病变跟大肠的息肉变大是不会停止的。那所以如果等待疫情过去之后呢，希望大家还是提早要来做筛检跟检查。基密病院除了提供3种甲传统无同款的检查方式以外，嘛有提供无痛式的检查。无痛式需要透过规身躯的麻醉的方式。这种方式必须要透过麻醉科的评估了无问题才会当执行。最后，医师要提醒，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降低民众到病院检查的意愿。等到疫情较无严重的时阵，民众爱记得嘛是爱定期到病院来检查，来降低可能发生大肠癌的几率。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新闻再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马达是乌云底将准雨，也是雷雨天气，温度27度到28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6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